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伫这清早起的时，咱三甲伫电视的面头前，三甲用直播来敬拜咱的主上帝。欢迎咱，请咱将咱身躯边侪杂事，咱会当先放下，咱做伙当心，用安静、用灵感动的心、诚心的态度，三甲来敬拜咱的主上帝。每一礼拜，咱拢着备办咱的心来敬拜咱的主，所以嘛邀请咱。虽然因为咱无法度通实体三甲见面来敬拜主，总是咱有哪会当用媒体方式三甲来观看，甚至做互动。所以邀请你伫这个时，你会当将你的荧幕甲滑下方的地方，咱会当来做一个留言讲平安。平安，甲大家请安，咱就会当看到，哇，咱伫互动的内底，嘛是有一个真好的结连的关系。各位兄弟姊妹，咱的教会有无相款的 QR code 连结的方式，嘛有咱的提摩太主日学小朋友的线上直播，嘛有咱现有的这个直播方式，你会当将手机也是咱的手边的电脑。把荧幕截取啦吼，把荧幕 QR code 甲截取落来，然后你就会当发送给你的朋友甲亲人，伊会当用扫描的方式，伊就会当来看到。所以邀请咱三甲做伙伫今仔日的敬拜中间，咱三甲用无相关的方式来亲近咱的主上帝。牧师嘛要邀请咱伫咱的教会，虽然无实体的礼拜，无法度通实体的奉献，但总是咱嘛会当用划拨，甚至用银行的转账的方式，拢会当来做教会奉献。欢迎咱继续用无相关的方式，用全心全意的灵三甲来敬拜主、回应主。这时牧师要邀请咱做伙同心来为着咱今日的敬拜来献上咱的恳求。上帝期待咱每一个人来到伊面前的人，会当用诚心甲诚意三甲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主，阮要将阮心内最感谢的话主你恳求。阮的心虽然有艰苦，阮的心虽然有惊吓，阮的环境，阮所拄到的境遇，虽然有最变化，但总是上帝你意爱，搁一摆通过你感动的灵，圣神的大开咱。充满伫阮逐人的内心，愿你亲自坚固阮。伫今日的敬拜内底，阮三甲甲主你结连，互阮会当通过你灵的感动，伫你圣神的引带的中间，互阮的目睭属灵的目睭，通看见生命的奥妙。感谢阿罗主，你引带阮同心做伙。通过用媒体直播的方式，来到主你的面前敬拜主上帝。阮相信上帝，你的确要听见阮伫你面前诚心的祈祷。求你坚固阮的肉体，帮助医治阮属灵的灵魂，互阮搁一摆伫祈祷的中间，得到异象的看见，得到智慧的开启。甚至互阮的心得到喜乐甲快乐，互阮会当继续为主你跑走天路。主啊，阮要特别为着阮头前人生的道路，特别伫最近台湾进入全体甚至部分的人在接触疫苗的这个注射的过程，伫接种的过程中间，因有无相款身躯的副作用。反应，阮拢求上帝你，搁一摆伸你的圣手来高抹医治因的生命，互因会当紧紧来恢复，得到勇壮、健康，得到快乐的抵抗力，来面对这摆病毒所带予全球的危害。主啊，你是救人的上帝，你是创造享受生命的主上帝。阮伫你面前的祈祷，阮着爱时常祈祷，最有快乐。阮着爱常常祈祷，迫切祈祷，恳求，
你要为阮的生命甲生活，甚至阮灵性的生命，通得到永远我的快乐。主啊，愿上帝你坚固阮，帮助阮，搁一摆亲自进到阮生命中间。通过伫今日，阮三甲同心的敬拜，互阮的心定心得到圆满。阮相信有圆满的人，伊所行的道路就要带来有丰富的果效甲收成。愿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坚固阮，通过阮的祈祷，搁一摆，互阮伫今日的敬拜，拢平平得到喜乐平安的心。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圣经耶利米书29章11节，上帝话讲：我知我恁所互恁的意念是啥物？是赐平安的意念，毋是降灾的意念，要互恁伫末后的日子充满着愿望。我非常感谢上帝，用伊的话时常咧赏赐互咱，帮助咱。虽然环境有侪困难，总是咱的心犹原爱时常甲主建立好连结的关系。咱求上帝做伙，搁一摆伫你的面前，咱求上帝赏赐互咱平安的心，互咱的生命无搁再随着媒体环境在甲咱讲的外歹拄外歹，咱来比较影响着咱的心。咱搁一摆同心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感谢你将这美好的应允放伫阮逐人的心中。主，阮知你所赏赐是赏赐平安的意念，是赏赐平安的快乐，要互阮人面对生活中所拄着侪的艰难。主啊，愿上帝你帮助阮。虽然阮看见阮所经历的是哪亲像艰苦，哪亲像痛苦，甚至危险的道路，但总是上帝你互阮的快乐，要搁一摆赏赐阮智慧，互阮有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上帝你所要互阮生命的功课。通过伫阮生活生命所拄着的境遇，你要搁一摆来锻炼阮的生命，搁一摆勇壮、成熟，甚至有快乐，通面对你所为阮备办头前所查的标来跑走。阮搁一摆将阮的生命、全体、教会、国家、信靠你、无信靠你的人的心来献上恳求。愿你的圣神充满帮助，伫即摆每一个咧面对疫情抗疫的政府官员，甲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的生命重新有希望，重新有平安的信念，通伫阮的生活、家庭、工作，阮所拄着头前的道路，重新勇敢行在。阮搁一摆伫你面前献上阮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感谢上帝，上帝的平安要赏赐互咱。愿赏赐愿望的上帝，若将迄信心的愿望所要带互咱的喜乐甲平安，通帮助咱，充满咱的内心，嘛互咱拢常常倚靠圣神的快乐，互咱的生命得到帮助。搁一摆牧师邀请咱要三甲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用上帝的诗歌，用俄乐的诗歌，用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的声，做伙来回应主。愿上帝真做咱的帮助，咱做伙同心伫伊面前来敬拜主。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我要搁一摆用上帝你所欢喜的祭，用阮的俄乐的声音来俄乐主上帝。愿上帝你的灵真做阮的帮助，同心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主上帝，因为你是配得阮俄乐尊重的主耶和华。愿上帝你搁一摆通过阮的声，咱真做芳芳的祭，通到伫主你的面头前，得主你的感纳。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搁一摆欢迎，请你甲你边仔的亲人甲伊讲，今仔日咱要做伙享受这个敬拜。
主欢喜咱的奉献，主欢喜咱每一摆伫伊面前，咱拢得爱听见主伊疼痛的声音。你有听到主听的声无？咱做伙来吟一首诗歌，你欢喜的这。因为我可你，予我走在通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献感谢的这。也要求叫你的名，时常敬诚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圣所野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休拜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主欢喜咱的奉献的祭，咱就时常用感谢、用奉献的心来学乐伊。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叫你的名，时常敬诚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圣所野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休拜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圣所野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休拜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我做你欢喜的祭。主，阮感谢阿罗你，愿阮今日阮所献，阮欢喜的声，通称做芳芳的祭，来得到主你的欢喜感纳。感谢阿罗主，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个时，咱做伙来做念使徒圣经，做伙来做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得应付。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会相通，罪会赦免，肉体会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做伙三甲来启用。且由男性这个男性啦咱请兄弟来启，嘛请姊妹来引，请咱做伙来配合。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予阮。愿伊用仁慈款待阮，
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互万国万你的救恩。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了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引带世上万国。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了你。土地有生产五谷，上帝，阮的上帝有赐福互阮，愿上帝赐福互阮。愿天下万民拢敬畏伊。这时阵，咱要邀请咱的指挥甲子安心如，咱三甲作为献诗，让爱走动。各位兄弟姊妹，咱做伙同心来看上帝话，箴言第4章20节到27节。上帝话安尼讲，箴言第4章20到27节。我的囝要注意听我的话，按耳孔听我所讲的，
毋通互伊离开你的目睭，着记牢伫你的心内。因为找着伊的人，就得着活命，搁通身躯得着勇行。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你的喙着拄起邪僻，你的喙唇着离开行力。你的目睭着看直直，你的目睭着看头前，着修平你的脚的路，着坚固你朗总的路途。毋通偏左偏右，着互你的脚离开歹。圣经的话读到这，今日牧师要跟咱分享一个主题，叫做有心灵的互动。什么叫做有心灵的互动？我相信对旧年2020年的年初开始，我相信是全球全世界拢在面对 COVID-19 武汉肺炎新冠状病毒所带来人生命的冲击，特别伫生命的冲击的中间，人拢在面对死亡啦。所以人在面对死亡，也就是安怎面对结束的迄个过程。所以生命时常在对话，在做什么对话？我会记得伫旧年的6月初7吼，迄当时有一出短的短剧吼，这短的短剧是来在讲起讲，终于来到解禁的这一天，疫情下台湾100工人吼，就是几百个这工因心内话啦。这个短的这个影片内底吼，我看见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人咧讲伫迄种惊吓、紧张，甚至工作来受限制的过程的内底，当因重新看见台湾，佮一摆伫经过4个潜伏期满了 ，COVID-19 的4个潜伏期满了以后，毋捌佮出现本土的案例，甚至嘛无佮出现社区的感染。所以伫旧年6月初7，迄当时每一个人拢真欢喜，台湾佫会当恢复有即个遮尔健康的一个环境。但是无拍算，伫即个过程的中间，人心内有侪话，在讲的过程的中间，拢是在伫即个疫情安怎受到控制。但是咱佫回过头来，咱佫来看现今的台湾，佫是安怎样？旧年伫迄当时，咱知影有真侪人伫生活中讲，哇，台湾真正是赞顺时钟，我们只要顺时钟，我们自然就会如何如何。但是现在不一样，每一个人看到生命危险的时阵，开始批评，开始看到政府无法度通马上甲咱救的时阵，咱有侪心内的迄个忧愁甲看虑。咱做伙来看一段短的影片，这个钢铁医师这个医生伊安怎来讲起，因安怎面对伫因家庭，伫伊所面对的困难，咱做伙来看。第一件事就是闪躲说爱我。很怕他来就扑到我身上，因为我知道从外面回来，我一不知道该干什么。玩飞机上好不好？玩飞机上。就是最常我们接收到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等这么久？所以这个也让我们非常困扰，是因为这件事情已经造成我们许多的负面能量了。因为造成这些事情的都是因为疫情，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需要做一个层层的把关，所以才会导致所有的时间都延迟。可是大家要知道，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我们更安全，因为我们还是要为一些我们的 TOCC、我们的一些紧急等等的，其实旁边的家属真的是非常的焦急。那开始对我们的医护人员口出恶言，甚至3字经啊、语带威胁啊等等的，已经严重的就是伤害到那个护理师的身心，然后还有内心的状况。他曾经一度就是类似，有点落泪，无法再继续诊治身边的那个病人。
我们一起面对这一场疫情，然后我每天看着他们在太阳下照顾病人，然后处理任何疑似的个案，我相信大家的内心的负面的能量和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对我们来说就非常的心疼，因为他今天站在那边炎热的大太阳下，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衣来照顾大家，却受到这样子的负面的能量和言语上面的暴力，这样子说真的也是蛮心疼的。因为整个疫情，我们都是挺身而出在保护大家的一群人。爸爸还没洗澡，爸爸从医院回来，爸爸还没洗澡，爸爸要先洗澡。好，来，你陪着，你要吃车吗？要吗？那你去那边拿。我们内心还是担心的，因为我们最怕的还是把病毒带回去家里给自己起来，其实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所以就拿我自己来说，其实我自己都会是在医院，除了把我所有的换掉换出去以外，我头顶大概都会先在医院做一些清洗之后才回家。然后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闪躲所有爱人。我们家里其实门一打开会有一个仪式，然后我这一次疫情发生，我每天都进医院，我大概6点多就会从家里出门，然后晚上大概都要快要10点才会回到家。那所以那个时间回去的时候，大概只有我会回家，那门一打开有声音，我的儿子就会从任何地方飞奔过来。那个3岁的儿子十分的热情，他来就是想跟你拥抱，想跟你飞舞，然后一路就是爸比爸比的一直叫这样。我们最近几天都是在家里跟他追逐战，就是很怕他来就扑到我身上，因为我知道我从外面回来，我的衣服不知道干不干净，所以像我昨天也是在跟他在家里在客厅绕了好几圈，然后最后才用他最喜欢的车车把他引开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这样，所以过程也是觉得不知道是有趣还是心酸。各位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每一个生活中间，咱今晚每一个人拢在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咱拢在面对，亲像今日咱所看的这个短短的短剧，这个直播影片内面在讲是否把病毒带回家，给自己最心爱的人，这是咱每一个人现今咱拢上大的压力。当咱出去外口边买菜买了后，当咱经历过可能是足迹确诊患者的足迹的所在，咱的心拢会惊呀。但是我嘛咧想一个问题，到底当咱本身伫外口面咧无营走踪，甚至咱接触到侪新丰富的观念的时，咱带转去到伫厝里的时阵，咱是毋是嘛将一种的病毒安怎？将你的忧愁，将你的快乐，将你侪内心的病毒安怎？带转去到伫你的厝里的亲人的身上。各位兄弟姊妹，亲人幸福的家庭需要有一群三听和睦的亲人，互相伫心灵的交陪内底，伫建立起个彼此美好的关系。我相信，每一个人毋是干那咧顾着咱家己的生命安全，更较要紧，咱嘛知影，咱身躯边有侪咱所爱的至亲朋友。所以兄弟姊妹，咱时常的爱思考，咱是毋是有将咱内心的迄个毒这个误会、这种错误，甚至恐慌、压力、病毒，能够再一次伫咱的心内底安怎定心做内化。所以兄弟姊妹，我的囡仔大汉的泽恩有时若做毋对代志有时若对家己的小弟小妹动手的时候我非常生气，我拢会用足歹的口气在甲伊讲。当我咧甲伊讲的时阵，我的大汉老大儿子，他就会看着我，每次他的心就是这么的温柔，伊看到我每一摆看我足无辜，甚至互我感觉足温和温柔的目睭在看我。那亲像伊的目睭咧甲我讲爸爸，我毋捌，你会使甲我讲无？
兄弟姊妹，现今台湾在面对的是如何接种疫苗。我相信咱看到这礼拜的新闻拍开，拢是咧讲，倒一个社区，倒一个市长，倒一个这个市长、首府长官，因安怎的分发，要安怎将这疫苗来接种互这所有的市民，拢伫遮咧做比较。伫这过程的中间，我相信咱更较需要的是一个上好的态度，就是啥？咱去学习迄个好的，然后甲伊摕来用。但是如果咱若是真做一个市民，咱是要接种疫苗的人，咱会记得看到这医生，看到这服务的人，医疗人员，咱会记得，就爱甲因鼓励，甚至甲因多谢、感谢、甲学乐。我相信无人意外。伫即个危险的时期，咱啥物人毋想要担遐安尼共服务？有当时病毒，有当时就因为安尼来接触到伊家己，甚至伊佫将即个病毒带转到伫厝里的人。所以兄弟姊妹，咱人的心有要紧无？人的心非常要紧。人甲人的中间时常在接触，但是你有心灵的互动无？或是你每一摆在看人咧交陪，拢只不过是啥？简单几句话，草草了事。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的圣经节是诗人伊咧劝勉少年辈、少年一代，就爱记得箴言所讲的假事，因为义人要得到生命的秘诀，就爱去修迄个真正的道理啦。所以兄弟姊妹，若就爱修掉迄个真正的道理，甚至就爱全心全力。去行，对倒位开始，跟你旁边的家人朋友说，从新开始，好，不是从头哈，从新开始，是从新的，从心里面那个心开始的。然后呢，圣经咱今日所看，伊嘛讲起，若对心开始，就爱对嘴、对目睭，甚至到骹，所有拢咧讲的叫做行动力啊。所以兄弟姊妹。一个人的心，那除了伊讲哦，我就知影要安怎做，我就知影这就安怎，但是伊就是做袂到，他没有口，他不会透过他的口，也不会透过他的眼睛跟脚，透过行动来实践他心里面所想的，安尼，迄种的生命就无法度通带来真实的果效。所以兄弟姊妹，这段圣经节。伊毋若讲起人着爱有全心全力、行动力的改变，嘛着爱人着爱坚持人生生命的道路，着爱行安尼用安尼的方式来去行，不断甚至反反复复的会当为着这款的呼召努力去行。所以兄弟姊妹，人所爱立定生命的方向，是将透过伊的内心来影响。所以你的心你有抓牢无？兄弟姊妹，保守你的心就是啥？较赢过保守一切。圣经甲咱讲起，你着爱抓牢你甲上帝的关系，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心的生命是根源啊。心就是生命的根源。咱要安怎样，互咱的心会当不断来向前迈进？咱今仔日，咱要做伙来学习，毋茫透过这段圣经节，咱学习对咱的心内底会当开始有心灵的活动。人甲人的中间，毋是刚刚讲哦，我知影要讲啥，我知影要安怎样，但是你拢讲无法度用你的嘴甲人建立关系。什么叫用嘴建立关系？毋是讲你要亲密哦，不是哦，不是亲热哦。重点是你讲的话是不是能够让人家扎心？说哦，你讲的我认同，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所以兄弟姊妹，心是一个人人格生活内底一个真要紧的观念，嘛是一个人人格的活动的中心。有三个真要紧的物件存在，叫做知、情、意。我们一起来看这三个重点。要安怎保守你的心，你一定要知影。第一项叫做正确的想法。知道什么？
你也知影正确的真理是啥嘛？所以今日的圣经才甲安怎甲咱讲，伊讲我的囝要注意听我的教示，爱耳孔听我讲的话。上帝甲咱讲，透过诗人甲咱讲起讲，咱要得到迄个生命的智慧心，掠条你的心要怎掠条？你会知影上帝话是啥物？所以你也无要看圣经，你嘛无想要了解上帝的真理，你是要安怎了解人生命上宝贵的生命的智慧啊？所以正确的想法要紧无？非常要紧。所以如果你讲啊，我都知影要安怎做，要知影要安怎做，但是呢，我缺少了情义。什么是情？我们一起来看，情叫做健康的情绪啦。如果咱家知影，我知影要安怎做，可是你没有一个很好的 EQ， 情绪嘛，成了 EQ， 你没有很好的健康 EQ， 你跟他知影是啥？讲话拢一板一眼，你没有健康好的情绪观念，怎么去跟人家做应对？很多时候你的心内话讲出来，煞当啦，人跟人的产生冲突啊。所以知道也要有健康的情绪管理，甚至还要有什么？还要有价值的动机存在。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讲，一个人你若会当有好的情绪管理，你嘛得爱安怎用心去交谈嘛。有的人有足好的情绪，但是他不愿意付上代价，愿意为了这个事情是有价值的，我跟他可以建立好的关系的价值，所以他知道正确该讲什么，可是他也有很好的 EQ 管理，可是他却不会把这件事情把这项代志看为最重要。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在认捌一个福音，唔若知影真理圣经的话，你唔若得搁爱有啥？搁要有足好的 EQ， 知影要安怎看人三指节，甚至你爱搁看重什么是对一个人的生命，对我的生命是有帮助的、有价值的，咱就安怎付上代价，为伊安怎？为伊传讲信息，传讲美好的福音。所以兄弟姊妹，牧师要鼓励咱就爱知影正确的想法，唔通安怎？唔是讲知影真理话命的话，我看圣经看，我拢知影。但是安怎？你的情绪管理做无好，时常咧生气，时常你嘛袂去掠掉迄个上好应该把握的机会关系建立。所以兄弟姊妹，敬虔一个最重要，基督徒在讲的敬虔、敬虔的生命，就是要不断的注意自己所熟知的真理，不断安怎？不断去做健康检查啦。要安怎做健康检查？你明知影什么叫敬虔，但是你拢无要去注意你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目睭所看的、骹所行的。我知影即摆咱拢无咧来教会做礼拜，我唔知影你有咧灵修祈祷无？你有咧看直播无？你有为着逐礼拜我会当期待来看这个直播，甚至设法要来做礼拜无？兄弟姊妹，做礼拜真要紧，是咱甲上帝建立足美好的关系。所以你得爱掠掉迄个真实检查你的心、嘴、目睭、手、骹，你所做的大项事，去看你是不是有符合比般特动的生命来回应上帝。兄弟姊妹，今日咱特别对这个心来看见，知情意非常的要紧，伊是一个真要紧的共和关系，才会当互人的心彼此连结。所以心灵的互动真要紧的，就是不是干那我心知影就好，不是，伊有真深的内涵伫迄中间。我简单举一个例，咱知影，现在讲群聚是一个不当的，在疫情抗疫期间，群聚是啥？真危险的。所以咱若用一个健康的情绪
来告知生活在疫区的朋友跟家人，歹势吼，这段时间真正是咱大家做伙来配合抗疫，所以你讲你要来找我，你对北部要来找我吼，歹势，你暂时3万起来啦，这需要啥？健康的情绪嘛，敢毋是？啊，你若无健康的情绪吼，就讲哦，你的朋友还是亲人讲敲一通电话，歹势吼。我即马阮遮真危险，我敢会当去恁南部去转去厝里住无？会使无啦？听起来敢若对吼，但是咧，这健康吗？这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咱看见新闻有真侪案例，拢是安怎家族群聚感染，然后家破人亡哦。兄弟姊妹，这不是凊彩讲诶，群聚不当，这对咱的知正确的想法，我们知道。可是如果我们的情绪不够健康，我们的情看错重点了，那个有价值的动机你并没有把它放对位置，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带来危险。所以兄弟姊妹，疫苗目前这礼拜是台湾面对这疫苗还不是非常完全透明化甚至清楚以前，我们需不需要有健康的情绪管理？需要。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你的家人朋友告诉他，你要有健康的情绪管理。看电视唔通看到伤过入迷互你的情绪拢互迄媒体带咧走，无需要啦。你若知影讲就时到啊这造册政府会造册，时间若到啊，要甲你通知啊，你较去就好啊，你毋免透过什么关系啦，迄拢无合意啊，上帝嘛拢无欢喜。所以兄弟姊妹，咱做需要用健康的情绪、冷静的思考，学习一个正确的想法，来帮助家己带出有利益的社会环境的动机行动。这才是一个真正保守你的心的基督徒。所以兄弟姊妹，各位兄弟姊妹，心灵的互动对现在咱每一个人非常的要紧。所以它是一个跨越文字的限制的。这个我再讲一次，心灵的互动它是跨越文字的限制。所以它嘛是一个跨越国度的、跨越语言的隔阂。兄弟姊妹，咱最近咱台湾所咧经历的外国敢有经历过？嘛是有呢。咱台湾经历即摆咧经历的事，这短2个月以来，拢是过去一冬，甚至一冬半1年半的国家，因拢咧经历的事呢。但是我非常的感谢上帝，台湾会当伫遮尔短的时间，上帝已经咧为咱开路。因为过去已经有侪国家，甚至有侪人已经比咱更较大声行过这个路程。所以兄弟姊妹，咱真正要为着安尼事来献上感谢。心灵的互动，牧师鼓励咱。心灵的互动，除了读经、祈祷、参与咱的直播礼拜，有机会你嘛会当将你的音乐拍互开。音乐非常的重要，听音乐真正会当帮助人心灵的互动得到真好的帮助。我举一个例，伫人出世早期出世生命中间，红婴仔伫妈妈的腹肚内的时阵，伊就已经听妈妈的心跳声，安怎40礼拜呢，40周呢？所以迄个心跳的律动，包含这个节奏，拢已经伫这个囡仔的心灵的部分安怎已经咧形成。所以兄弟姊妹，这个稳定的节奏甲律动，也就是咱的生命中间会当为咱的生命带来稳定感。所以兄弟姊妹，有经过一个报道，经过一个调查，这个妈妈
伊的心，伊带来的这个带互这个囡仔，这个稳定感，这种的关系是伫内底有一个叫做催产素的荷尔蒙。啊，这个催产素的荷尔蒙呢，毋那是伫对这个细囝，连伫妈妈伊要饲红婴仔饲奶的时阵，伊的大脑嘛会释放出这种荷尔蒙。兄弟姊妹，毋那安尼，单恋爱的查甫囡仔甲查某囡仔，彼此互相在对看的中间，伫呢大脑内底嘛会发出这个荷尔蒙。兄弟姊妹，这个荷尔蒙就是帮助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而得到稳定的关系连结。所以兄弟姊妹，我真感谢上帝通过圣经的话甲咱讲起，咱的心，上帝意爱咱抓牢伫咱的心内迄个真要紧应该有的真理想法，甲有健康的情绪反应，甚至咱甲有价值看重上帝要安怎样使用咱的生命未来人生的道路迄款的动机。这就是上帝意爱咱做伙抓牢心灵的互动的模式。愿上帝话亲自帮助咱，亲像今仔咱所看圣经节20节内面所讲，会记得我的囝要注意听我的教示，爱耳孔听我讲的话。上帝的话亲心亲自咧对咱讲话，互咱每一个人时常着抓牢这个要紧的真理。愿上帝的话亲自赐福咱，互咱伫这疫情的中间，虽然咱无法度通实体的见面，彼此兄弟姊妹的问安请安，总是咱伫心灵上互相用祈祷，互相用彼此的关怀，用电话，用媒体，咱三甲继续来建立这要紧的美好关系。牧师伫遮嘛邀请咱每礼拜三暗时8点到9点，这礼拜因为网络这个 Google Meet 一些状况所以牧师临时就用这个 Line 的这个群组里面来做线上直接的祷告会。所以嘛邀请咱，如果 Google Meet 咱若点入去无反应，甚至无啥物款的，毋知要安怎进入的时阵，请咱会拍开咱的 Line 大桥教会的关怀群组。也欢迎如果有意愿想要一起加入大桥教会关怀群组的线上的朋友，欢迎你一起加入我们的群组。我们的影片直播影片里面都有我们的 QR code 的连结。也欢迎祝福大家在疫情接下来每一个人咱拢要进入接种疫苗的阶段。牧师要邀请咱，请咱继续为着咱的心来祈祷。接种疫苗是需要的，不接种疫苗，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那个大人讲的叫啥？叫做坏了整锅粥的老鼠屎。什么意思？就是讲，因为咱若无接种疫苗，有一日当大家人拢有接种的时阵，咱是无抗体。所以兄弟姊妹，接种疫苗，我相信大家人上惊就是咱生命的危险性。但是我相信，凡行事拢有上帝伊美好的意思。生命是在伫上帝里面，咱毋免惊，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祈祷中，上帝要加添快乐，加添智慧互咱。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全能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用你的话亲自来对阮讲话，互阮明白阮的生命着抓牢阮的心所想所做。阮嘛清楚知，阮的心毋是干那知，阮着爱透过无相款健康要紧的情绪反应，甚至有价值的行动力，来带出美好丰富的生命。求上帝你圣神加做阮的帮衬，带领伫阮每一个伫线上咧观看的这兄弟姊妹甲朋友，帮助阮台湾人所有的国民在接触疫苗的注射的过程、接种的过程，拢会当伫上帝你的平安的引带中间来得到顾守。
虽然这个疫苗有侪危险性，无相关的无确定性，但总是阮犹原瓦克主，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知影性命在伫你。常常瓦克主的人，上帝你的确无互伊规伫空空。愿上帝你赐互阮伫接续即礼拜，阮所要接触的每一日，特别阮嘛要为着伫阮的兄弟姊妹，那已经有接种疫苗了后的兄弟，求上帝你坚固因，互因身躯虽然无精神，甚至有无相关的副作用的反应的兄弟姊妹，求上帝你坚固因，医治因，固守因，帮助因，紧紧恢复健康臃肿的抗体的身躯，来为主你跑走天路。当阮将这个完全交托上帝，愿上帝你赐福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个是咱三甲做伙来吟圣诗572首，心目主坚固。感谢主，愿咱拢三甲伫主的面头前，用坚固的心，三甲将咱的心志立定，甲主建立关系。这个时牧师要邀请咱三甲陪伴咱伫即礼拜中间，咱主感谢的奉献，用金钱、用祈祷、用你部分，甚至是你全心全意、诚心的奉献，真做上帝欢喜。请咱会当用一个信封地将你即礼拜的日期甲需要对教会的奉献，你有负担的，请你就甲伊写落来，甲伊写好清楚。如果你若是经常费的奉献，请你就毋免写。嘛，请咱做伙三甲伫这疫情的中间，咱有哪是陪伴咱的心，做好的准备。我相信全心全意的奉献，上帝拢欢喜感纳。请咱这个时做伙安静。主，阮感谢你，当阮奉献阮的金钱伫你面头前的时，
阮是用诚心诚意的奉献。主啊，阮感谢你，你予阮活地年日，每一秒每一个时刻，阮拢毋免付钱，就通喘气，甚至通为着主你来活，来生活生存。主啊，阮感谢你的赏赐甲奉献，你予阮有好的空气，你予阮有生命，有好的生命气力，通伫遮奉献阮本身。通过阮的金钱，要加做教会的路用，要加做你圣工伫福音的顶面，会当服侍人、服侍上帝，利益人，祝福你的教会。愿上帝你圣神加添阮气力，互阮的生活工作无得看路，赏赐阮有丰富教业的气力甲金钱，互阮的工作生活会当哪来哪得到祝福。也愿上帝你赐予阮所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感谢主，咱的奉献是值得上帝欢喜。牧师伫遮要来补充报告，有3项事要甲咱补充报告。目前疫情已经进入，每一个人开始你要备班，要去接种疫苗。所以，咱若是有兄弟姊妹已经有接种疫苗的兄弟，亲像牧师妈年龄已经到这个符合的年纪。你需要安排预约去安排接种的，嘛请咱兄弟姊妹敲一通电话牧师来带你祈祷，咱三甲伫安静的祈祷的中间，咱三甲伫祈祷困求的中间，我相信上帝要互咱有一粒平静安稳的心，三甲来面对即摆每一个人所爱接触的接种疫苗，互咱会当得到更加好的保护啦吼。所以请咱如果你有资料。嘛，请咱会当伫48点钟在内底，请你身躯边的人，你着时常甲你的状况，你着爱甲伊讲，互咱身躯边的人会当了解你即摆的情形即礼拜日，牧师会去到博爱教会来做即个因的直播建堂募款的奉献的工作所以为着咱教会募款的工作，牧师会去到伫博爱教会。伫这段时间，咱对5月初开始到搭，嘛拄好，咱安排教会较少啦所以咱嘛期待，咱伫7月份，全国国家嘛会当来解封，有机会咱会当继续参与伫这个募款建堂的工作。第三，伫近期咱教会因为无实体礼拜，相对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周报周报的部分，咱嘛是用媒体的方式。所以，如果有兄弟姊妹，你若有要摕到这实体的周报，嘛，请咱会当一通电话互牧师、互教会，咱会当甲你寄去，甚至甲你摕去你的信封的你的信箱的所在，甲你放好啦所以嘛，请咱会当注意所以咱的这个媒体周报拢会放伫咱的关怀群组，嘛，请咱兄弟姊妹来注意来观看这个是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吟上用的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
这是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恁伫世间的年日，常常掠条甲主密切要紧的关系。人甲人的中间需要心灵的沟通，无论环境拄着什么款的困境，咱用着常常掠条甲主密切相听的关系相款来甲人相对待。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愿咱三甲伫上帝面前，咱拢用欢喜的心，用期待，用火热有够起的信心的态度来过咱的人生的生命。环境如何，不管拄着什么款的困境，上帝拢要甲咱三甲同在。愿咱大家健康平安。情者。